以色列是继续甲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力头吹甲真崩。30早起，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的首都，造成4个人死亡。另外，以色列的军队嘛空袭也门青年运动据点。针对国际上停战的呼吁，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始终唔接受。美国总统拜登嘛强调讲，一定要避免中东的战争全面爆发。30透早，以色列无人机夜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有名地标库拉什几道口附近一个公寓，造成3个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甲一个哈马斯领导人死亡。这摆空袭也是以色列为1006年了后第一摆将炮火对准贝鲁特中心地带，也是去年10月7日以下冲突了后，以军第一摆攻击贝鲁特市中心。美国媒体 CNN 甲 ABC 引用美方官员的讲话指出，美方研判以军已经准备或者是一定发动有限的地面战来抢夺换以色列边境的真主党据点，不过无证据会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And there is also talk in Israel very soon of moving in some sort of ground operation inside Lebanon. The big challenge to Israeli leaders, they do seem to have the upper hand on the military side of things. The big challenge now is to convert these successes on the battlefield into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除了黎巴嫩以色列自教发动长条飞弹空袭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伫个荷台达港口据点，造成4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以色列打击由伊朗伫背后支持的武装组织，为哈马斯到真主党加青年运动开进一条战线，就连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尼也接到情报，去安全地点闪避。以色列伫杀害包含纳斯拉勒至少3个真主党领袖了后无受煞。纳斯拉勒的接班人萨法丁也豆豆步出台面，继续对以色列发动报复反击。国际烦恼局面失控，伊朗甲以色列主要盟友美国拢会加入其中。美国总统拜登29日呼吁，要全面阻止中东的战火爆发。All-out war in the Middle East be avoided? It has to be. We really have to avoid it.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已经公开否认，包含美国甲法国在内提出伊犁停火71天的期限。拜登强调，也搁一摆打电话沟通。黎巴嫩卫生部指出，以色列过去2礼拜空袭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6000多人受伤。黎巴嫩总理强调，若以色列继续发动空袭，因会负100万人有路无厝。沙地外长30日联合国大会顶悬呼吁，国际社会有责任要保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同时全力维护区域和平。公司新闻警员强辩解。